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韩国啦啦队的女神李道慧，今年为乐天桃园队转到味全龙的啦啦队，引起了真侪讨论。味全龙则来宣布讲小英担任着队长，但是李道慧嘛伫社群媒体来宣布讲伊是队长，形成一个双队长的局面，是互人看到无飒飒。最近佫有内部的人士甲媒体来压料，讲这球团自头到尾拢无拍算要互李道慧来做队长，但是李道慧是以解约来威胁，双方差一点起相告，也毋过球团讲这毋是事实。厉害，很厉害。穿味全龙小龙女的服装，李道慧自2024年为乐天桃园队毕业，转战味全龙，正式成做小龙女，含林上继续做队友。也毋过担任队长的代志，速风野出有内情。3月底，李道慧伫社群宣布，未来伫味全龙的期间，会以队长的身份带领大家。更加说明会转队的原因，就是想要实现做队长的目标。请小英帮我们挥一下这个充满责任感的队长旗。也毋过味全龙3月7日才伫台北大巨蛋举办开柜的记者会，正式将队长的职务交接予小英。美媒媒体指出，味全龙原本就想要互小用来做队长，也毋过李道慧签约要求要做队长，味全龙唔答应，李道慧就话袂解约。味全龙有完唔同意，就抢讲行法院，想要到李道慧就家己宣布，球团只好对外解释，两个人拢是尽本分来做代志。面对着李道慧为着要做队长，伫背后变小动作的传言，味全龙的球团是严肃驳回。领队丁仲伟也回应讲，报道内容唔是事实，呼吁外界关心比赛，为球员加油。随着啦啦队的成员豆豆正做球团重要的一部分，个人去啦啦队的一举一动，嘛是球迷关注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